白干仔底乌目水，真是乌到心。台东市市区最近就出现这台车，沿路一直摆真侪乌烟出来，规个乌布布，互人满山拢是像师傅找母牛。后壁人根本看袂清楚头前的情形，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。环保局嘛讲，民众会当翕相来检举，后日伊嘛会较接来加查。沿东港一直四界咧凊乌烟。 出现密集的车，后壁的驾驶拢看袂到头前，真正是真危险。边仔的乌多摆搁挑伊搁甲车骑较慢咧，都想要离较远。但是即台密集的车，煞拢无感觉，继续驶，沿路搁一直咧布乌烟。 台东市区最近出现这台密集的车，但沿东港雾出来乌烟，味真歹闻，阁会影响驶车的视线。加上车真多，民众想要超车，阁毋敢。对这种污染空气、阁妨碍驶车的行为，实在是互人真生气。那未来的修法，它还会有一个累进的。 会加倍 double。根据目前空污法，会当来罚1万块的罚款。若是可劝袂听，上严重就会当由监理站强制来停止驾驶。只要翕下密集车来检举，环保局嘛会通知车主到案来处罚。一般都是吃机油比较多啦。 就是弹钢这样子，要弹钢。密集的车的主要的原因，大部分拢是因为引进机器来产生别芳，乌油流出来，机油走入去，出现食机油的问题，也是旧的柴油车烧袂完全来冒乌烟。提醒民众要加注意家己的车，莫变做是后一个公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